四班的日子爱过。较大声的啦，较大声的。我是5年4班的日子爱过。我自从开学就拄着你有。我即马逐工上课拢做欢喜，我即马逐工上课拢做欢喜。我即马逐工上课拢做欢喜。嘿，对。因为我做介意你，因为我做介意你，6年3班王俊杰，你敢要做我男朋友？不是啊，不是我的。虽然讲想要甲别人斗相共是真好心，毋过若是想超过，就会变做伤家婆啊哦。家婆就是咧讲人爱插别人的代志，建议大家也是甲家己的代志做好势就好啊，唔通食饱伤闲，对别人的代志专意见，安尼别人可能会无欢喜哦。家婆，哥的家，婆婆，家婆。